是啥？迄个狗啊，足大只的呢。它叫 OPPO。哦，啊，咦，干哪？咱就有训练师安尼呢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正在训练，找椅子。去碰一下。哦，耶，呀，这么厉害！哇，好，那会这么巧？哇，阮这只狗有法度试看卖。还有吗？不然你带它试试看。好啊，碰一，来，快去，加油，加油，来起来。啊，无法度，就是卡手底后边啦。哎呀，可惜呀。动不破点叮当。动物破点叮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卢，这是我的海酒，你看足够水的吧？今仔日带伊来这个新增运动公园散步。迄是啥？迄个狗啊，足大只的呢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 Hello， 啊，你们家狗狗好可爱哦。嘿啊，这叫海酒。啊，恁迄只叫做啥物名？它叫 OPPO。哦，啊，咦，干哪？咱就有训练师安尼呢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正在训练。它是你就是导盲犬。训练师哦。对呀。伊是带路狗是毋？对，没错。这么厉害哦！有兴趣吗？有一点仔兴趣啦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可以跟跟我一起去参观我们学校啊。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基本上的话，他们都是要有导盲犬的血系。那像是他们爸爸妈妈还有祖宗好几代都是要没有攻击性的。一般的宠物狗狗的话，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。的确是蛮难找的，所以说就是会是我们有学校自己培育，那也有跟其他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做交流，引进其他的犬只进来做培育。因为在台湾的交通环境比较复杂，路况比较多，那像是就会比起国外要来的长，那至少可能也要花上1年的时间。狗狗的话，如果他们没有继续做训练，那之后就是会评估淘汰的话，后面就会帮他们找收养家庭。那被收养之后，一样是蛮开心的宠物狗。哦，安尼嘛是较幸福啦。哎呀。比较多的话，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食物的奖励，那我们其他也是会用很多，就是我们人用口头跟他们称赞啊，或者是摸摸他们，都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棒的奖励。做什么训练哦？我们其实后面是训练场，不然就实际去那边做训练吧。哦，好啊，走吧。来呀。你平常时拢是伫遮咧训练哦？对啊，没错，都在这边。哦，会做啥物款的训练啊？做什么样的训练哦？那不然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啊。OK，那伫遮来。对，就在这里。那我就开始喽。OPPO 前进。哇，你直走。好啊，找椅子。去碰一下。哦，yes，呀，这么厉害！哇，好，那会这么巧？哇，阮这只狗有法度试看卖。还有吗？不然你带它试试看。好啊，海酒加，呀，加，海酒，拍摄，加，嘿，对。来，过来我甲你请哦，无可能吧？来，加，你即摆是带路狗，你爱带我行，那是我咧带你行哈。倒边，爱伫倒边，等下，我即摆甲你，变无着边啊啦！哎呦，算落去，凊彩，加，你安尼无够格哦，袂用你安尼，碰一，哎，快去，加油，来起来！啊，无法度，就是卡手底后边啦。哎呀，可惜呀。安尼行起来吼，敢有法度做迄个带路狗？可能要再看看咯。好吗？就失败哦。那
我们平常也会在这边做训练。但是这无亲像半训练的所在呢。但这边也可以用，我们基本上会用这边来做吃东西喂食的训练。会安怎做训练啊？我可以示范给你看。好啊来，我们准备吃的。哇，好，叫他们去因为床上。这么大天哦去！床上。嘿，不哇对。哇哇哇哇！哦，没有了吗 ？OK。哇，就厉害啦！嗯，那你这么乖？啊，阮海就唔知影敢有法度呢，阮海就等哦。哎，伊会食了，食伤紧啊吧？只能吃自己的哦。OK，完成。就乖啦，哎呦！好海菊要来试试看吗？啊，阮海就嘛来去看嘛，好，帮你准备个海菊的 size。唔知影敢有法度。先这里起来的。好哎，这不是你的，你等下。你们没有哈。我帮你倒三缸水。等。来，海就你看，你会食伫遮哦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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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啊，你们两个没有哈，你们两个已经吃过了哈。等下哦，好食，食，袂好食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啦。来，好食。伊有等啦，但是伊袂晓食。伊袂晓，伊袂晓。来，会当食，会当食，互你食。我度呢，无遐尼巧。等哦。无，就是我甲你饲啦，好无？我甲你饲啦，哎哟，当然会当安尼饲啊。哇，真正无法度。你不要逼我。我甲你请教者，那你平常时伫路顶敢会拄着啥物状况啊？其实还蛮多的，但不然我就直接带你实地去外面走一遍。哦，好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直接行，来，海就。行啦，人已经行啊。来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郝比，今年1岁外，我是一个艺术的查甫囡仔，我较含慢讲话，请大家体谅我。过去有人甲我等伫中华的山顶，阮园长妈妈看到我的时，我身体真虚，伊就安尼甲我接来园区，开真侪时间替我治疗，收费嘛真侪。即马我身体已经好哩哩啊，虽然我小可自卑，毋过我要爱的真简单。希望有一个真心爱我的爸爸妈妈，听我亲像因家己生的囡仔同款，一世人甲我守命命。为着两早找到爱我的家庭，我会骨力打拼，好好啊学习，一定袂互新的家庭失望。请恁替我加油，好无？加混的呢是安怎混的？我等一下的话会请他带我过马路，然后去对面找到对面的公车站牌。伊找着，可以，可以。伊是安怎找啊？嘿那遮巧啊！我家己可能都找无。啊，是哈。哎呀 OK 哎呀，哦，前进，变成走，压过去啊！棒棒，走，找路口。好棒，前进，棒棒，前进。正常来讲，就是车尾人伊嘛看无，啊狗啊可能嘛无熟悉车，啊因要安怎坐公车啊？坐公车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视障者一个，他们可能就是会拿着公车的号码牌比较大一点，那公车司机看到。那另外一个，比如说旁边有其他的民众啊，那就可以问一下，可以帮我拦一下几号公车吗？所以需要其他人帮忙。所以啊，如果说有在路上就是遇到我们视障者的话，那也可以主动询问说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来，海啾过来，海啾！哇，你今仔日去迄个带路狗的学校，是毋是学到足侪物件啊？哇，安那我以后若变做青美人，你敢搁会带我世界有袂算？爸，我对你遮尔好呢。那恁观众朋友，你若平常时伫路顶有看到青美人搁有带路狗的时阵，一定要注意，千万毋通摕物件去甲因饲嘛，袂当甲因耍。伊咧工课的时阵，就袂当去甲因搅了着，无安尼青美人会变甲足危险的嘛。所以阮会当做的咧，就是伫公车站可能看到因有一点仔丢丢。毋知影要为倒位行的时阵，就会当问因看有敢有需要帮助，啊，若有需要，阮就去甲搭3工者，安尼就好啊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影片就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
动物看心事，训练，训练，带路狗，带路狗，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。哎，准备一个你呀，哎，就是你马回家哎，真的。啊，这个跟我画多。找椅子。来，哎，Kitty，他修对啊。啊，它不够我高。帮你，来，他修对。安尼有亏掉啊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安尼嘛赢你吧。准备好了，出来了，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4条有4条。